再来看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，一礼拜一的时阵，甲国防机密资料查出委员会，这争议阁继续在传烧。民进党的立委今仔去调监视器的画面，调查嘛显示讲，过程毋是黄国昌家己讲的30秒尔，伊甲资料提出委员会到行动期，计共是1分15秒，监视器无翕到的时间是有42秒。因为国昌的身躯边有对助理，嘛至于讲42秒已经有够用手机把资料拢翕落来咯。也毋过国昌是批评民进党是政治斗争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我资料带来了。对于民进党团总调黄国昌拜将国防机密资料提出委员会，民进党伫会之一去立法院检会队调相关监视画面，对原本申请复制影片，毋过立院秘书长就晚来甲他温存化，也引起立会不满。带走的机密不被重视，然后现在我们想要看这个监视器，却变成一个机密，非常的荒谬。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如看画面了，列出时间点，是黄国昌为离开委员会后发现查出资料，搁转来，差不多1分15秒，而且黄国昌身躯的助理提手机搁伫监视器死角停42秒，质疑黄国昌有充足时间翕国防机密资料，爱黄国昌讲清楚。42秒已经足以让你把手上的资料拍完，制造一个他只是假装忘记，所以带走的这个看起来像是低级错误的行为，但我要说他犯的是高级的国防外交机密泄露的可能性哦。民进党到今天还在炒作这个议题啊，就知道民进党就是一天到晚在搞政治斗争嘛。那调完录影带了以后，沈伯洋是不是要道歉？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？黄国昌强调，家己发现了后，马上就提回去，批评民进党在做政治斗争。另外，民进党团政会即马伫县技术规则内底对提出秘密文件发出应对法则，会推动司法提案，也无排除向司法单位检举，或者是告发黄国昌。不过，黄国昌无认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